人逼我，屈我辱我，早慣面對災禍，窮途坎坷，慷慨高歌，打開黑暗封鎖。秋官對老婆仔女盡心盡力，做龍虎武師，下下揾命搏，為咗取悅殘雞外母，為賺不首期幾層樓跳落嚟。對朋友更係重情重義，朋友憎人周身債，二話不說，攞自己揾命搏嘅首期幫人還債。可惜好人嘅身邊總係有人渣嘅存在。佢老婆陳秀珠戀愛大過天，有對仔女仲成日諗住去玩，嫌秋官俾唔到浪漫佢，見國風係幫辦，有車有樓就跟佬走。住隔籬屋嘅曾江有秋官幫佢還咗筆債，贖翻個仔，不但無痛改前非，反而當秋官係大水喉，成日問佢借錢炒股。正因秋官太好人，身邊嘅人將佢嘅付出視為理所當然。權高壓想折服我，堅決面對不怯懦，為何蒼天繼續降禍？可會是有心想來考考我？情就如過山車一樣發展，秋官事業有起色，擔正拍戲，大陸嘅阿媽又新情倒落嚟。反而曾江原本係越南炒股票，偷渡嚟香港就揸水煲，寄人籬下，又成日俾親戚李香琴指指點點。兩人命運看似截然相反，但又迎來一個大反轉。曾江殘殺李香琴一家大細，仲夾埋國風砌秋官山豬肉。每次上庭見住昔日街坊為錢陷自己於不義，望住阿媽同個仔淚流滿面，所謂公義嘅審訊只換來秋官嘅心酸，最終被判還手死刑。秋官阿媽落到嚟，人生路不熟，稱住個孫流離失所，拾荒為生。曾江繼承李香琴遺產，再炒股致富，叱咤政商界。秋官雖然特赦死刑，但都白白斷送前途、自由，無辜背負殺人犯嘅罪名。10年後，胡楓同李國麟幫秋官上訴得直，秋官終可告別鐵窗。佢一心一意想彌補阿媽同個仔。秋官個女同曾江個仔結婚，秋官都唔想影響下一代，諗住言和。曾江反而好擔心秋官會報仇，處處針對。面對那壓雲被退後，今天的火伴是拳頭，每段人生亦戰鬥，時運作弄仍然苦鬥，甘心承受困憂，不為玩偶。曾江成隻攔路虎咁，斷人米路，見秋官開鋪就打人燒鋪，秋官女朋友阿哥就咁燒死。曾江處處逼人，反而累發秋官反擊，揾當年嘅街坊人證。而國風同曾江不和，轉做污點證人。秋官誓要拉曾江坐監，可惜佢女朋友覺得曾江財雄勢大，同佢鬥只會白白犧牲。秋官個仔反而好支持老豆，就算要坐監都想秋官討回公道。秋官女朋友喺呢場復仇亦都被犧牲。秋官誓要將曾江繩之於法，情環環相扣，情節反轉再反轉，最終曾江謀殺罪名成立。我哋一生受咗好多苦，呢生都未享受過。不過到我行到我一生嘅盡頭，後尾嗰2年嘅時候，我回頭望我一生所做過嘅嘢，有4個字，就係問心無愧。你可以嗎？真係，你可以做到問心無愧。你同我都唔得。放低嘅心裏邊嘅包袱，你都得啫。就係因為我自己太硬頸，連累咗好多無辜嘅人。
一生都活喺痛苦裏邊。今日有痛苦，係因為琴日做錯事。琴日係因，今日係果。但係到咗聽日咧，今日就係因，聽日就係果。今天的火伴是拳頭，每段人生亦戰鬥，時運作弄仍然苦鬥，甘心承受困憂，不為玩偶。你真係好慘。話咗我前世做咗好多傷天害理。早慣面對災禍，窮途坎坷，慷慨高歌，打開黑暗封鎖，堅決面對不怯懦，為何蒼天繼續降禍？可會是有心想來考考